先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市东区有一间早午茶店，一个男顾客因为不满点餐的流程，竟然是挡到削这个菜单，逼店员都要甲回失的。不过头家娘是霸气维护着员工，拒绝道歉。这个画面铺上网络了后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有真侪网友是徛伫个头家娘迄边，讲迄个人客是傲客。你不能让我看完吧？你不能让我看完再给回答你吗？审犯人啊你！穿白衫的查甫人气噗噗，拍倒话，讲话个歹声少，硬爱员工给回失嘞。你要帮他辩解是不是？我现在不需要任何辩解，我只需要一句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不要，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好。全身都回来！你凭什么要丢东西？我要报警了。报啊！来，报啊！那你给我。面对人客偶办行为，头家娘打真在保护员工，佮流出去理论。两边伫咧大路一区来一区去，真无效。会这样激动，全是因为这对翁仔某不满店家点餐的流程。不过头家娘保护员工的行为，互网友看甲真恶乐。因为我同事已经道歉了。我觉得没必要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咄咄逼人。我觉得他已经有点到，就是硬要。觉得他现在这个动作就是很没必要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新竹市东区的一间早顿店，业者解说，这个查甫人未输伫咧单对讲，边仔太太嘛无咧阻挡。查甫人离开的时阵，佮未歹听话，才会气甲冲出去要为员工讨公道。毕竟做生意这要5年，头一摆拄到人客食物件，落尾业者调监视器铺上网，想要到收到侪网友的支持和收听，心里也会蛮无言的。所以想说今天来支持他们，很生气啊！老板娘太帅气了。查甫人批评叫头家娘无领导者，用行动守护员工，嘛互员工袂搁再担头委屈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